最近黄山雨季各地头天气无稳定，落雨了后，若准有积水无平，就有可能会生炭白蚌，增加天狗这个传染风险。根据着彰化县卫生局上最新的调查显示，最近县内这炭白蚌的密度指数有增加，有一寡村里呢也出现四级的红灯警告。 卫生局的人员详细巡视检查社区内敢有积水的所在。这阵仔是黄霜雨季，水桶、盆栽若积水，可能会正做病蚌虫生团的所在，增加天狗的传染的风险。咱若厝前厝啊有积水桶，水甲倒掉，较袂生蚌。最近落雨积水的所在拢有啦，迄个桶啊啦，各方面迄拢有处理啊。 根据疾管署上新的资料，目前全台湾累计有164例天狗的本土病例，有93例境外移入的个案。最近3礼拜虽然无本土个案，但是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的炭病蚌密度指数偏悬，超过3级就是红灯警示。彰化某乡镇已经达到4级。 落雨了，过一两礼拜，迄病苗指数都会增加。啊，咱的一寡户外一寡积水容器有积水。 啊，积水你把它倒掉了吼，咱这个登革热的滋生源都会来出现。最近咱即马就是有几啊传例吼，伊的病苗指数加4级。彰化卫生局表示，炭病蚌密度超过3级，就是红灯警戒，而且社区启动环境清理。5月开始是国内天狗热的流行期，加上最近黄霜雨季增加病蚌虫生团几率，卫生局提醒民众，落过雨爱特别注意环境卫生，有积水的所在，就爱摒扫清气，避免天狗热伫社区摊开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